嗱，首先我哋講下咩係藍光先啦。藍光其實就係我哋可見光嘅光譜裏邊藍色嘅光線。咁當中佢哋咧通常係大概400至500個納米嗰個波長啦。咁呢啲藍光咧有某一啲理論話佢可能會引致到一啲視力嘅問題或者眼睛嘅問題，因此市面上就出現咗有某一啲嘅產品咧話隔咗啲藍光嘅。咁譬如舉例啦，如果話抗藍光嘅眼鏡咧，好多時嘅原理大致上有兩種。有啲咧就係利用一個反射嘅鍍膜將啲藍光反射走啦，有另一種咧就係用一個過濾嘅原理過濾走咗啲藍光。其實嘅目標都係希望嗰個戴住眼鏡嗰個人士咧對眼接觸到嘅藍色嘅光譜係比較少嘅。嗱，有陣時咧就有啲傳聞話藍光會引致到眼睇嘢嘅時候攰喎。咁其實呢個就唔係有好大嘅科學實證嘅，反而係有陣時我哋閱讀嗰個習慣令到我哋對眼容易比較攰嘅。嗱，譬如舉例啦，有時如果我哋連續好長時間去一啲近距離嘅閱讀，因為當我哋睇緊近距離嘅嘢嘅時候咧，其實隻眼係要用緊力嚟到對焦嘅。咁你長時間用住力，對眼咪有機會攰咯。除咗咁之外咧，其實另一個原因就係當我哋好聚精會神咁睇緊近嘢，尤其是長時間嘅時候咧，對眼其實係唔係好眨眼嘅喎。咁如果你對眼長時間唔眨眼，加埋仲係一個可能室內比較乾燥或者有冷氣嘅環境咧，就會令到對眼容易乾。咁嗰啲眼乾嘅時候咧，亦都會引致到一啲不適嘅。咁有時呢啲不適，大家可能就會感覺到以為係對眼攰，但其實係一啲因為眼乾而引致到不適嘅情況嚟嘅。咁除咗咁之外咧，有時嗰個閱讀嘅環境都可以引致到一啲視力或者眼睛嘅不適嘅。譬如舉例，如果用個光線，尤其是睇緊一啲熒幕或者電子產品嘅時候咧，如果係較得太過光到去刺眼嘅話咧，都會引致到一啲視力嘅不適。其實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嘅產品都話佢係可以減少呢個藍光嘅接觸嘅。嗱，咁當中包括有啲係實體，亦都有啲係軟體嘅產品。嗱，實體嘅產品當中咧就包括譬如話有啲減藍光或者抗藍光嘅眼鏡啦，或者就算譬如話我哋做白內障手術，我哋植入去隻眼裏邊嘅人工晶體都有啲強調佢咧係可以減少呢個藍光嘅。咁除咗咁之外，喺一啲電腦熒幕前邊有時我哋擺啲濾鏡啦，又或者係某一啲電子產品表面上嘅貼膜，都係聲稱係可以減少呢個藍光嘅。嗱，除咗呢啲實體嘅產品之外咧，亦都有啲軟體嘅產品係可以減少藍光嘅。譬如舉例，我哋所用嘅手機啦，或者喺電腦上高嗰個作業系統啦，咁而家喺嗰幾個主要嘅平台上都有啲所謂叫做夜間模式。咁其實夜間模式嘅意思就係佢會將個熒幕放出嚟嘅藍光嘅光譜咧減少咗，咁令到個畫面呈現得比較偏黃或者偏橙咁嘅景象。或者我哋首先不如講一講，其實點解有啲人提議我哋要阻隔或者減少見到藍光啦？第一就係有啲人懷疑啦嚇，擔心藍光可能會增加咗呢個黃斑病變或者黃斑退化嘅機會嘅喎。其實點解會有咁嘅懷疑咧？其實主要嚟講，嗱，科學實證上就都有幾強嘅證據話呢個紫外光啊，我要搞清楚咯，紫外光唔係藍光啊，紫外光係見唔到嘅一個光譜嚟嘅。紫外光喺成個光譜裏邊咧，就喺正藍光可見光嘅隔離嘅。咁有啲科學證據顯示，紫外光係會增加咗黃斑病變嗰個風險。咁於是就有啲人諗啦，既然你嘅藍光可見光喺個光譜裏邊喺正嘅紫外光隔離，咁會唔會藍光可能都會引致呢個風險呢？咁所以因為呢個原因，就有啲人提議我哋可能要減少接觸到呢個藍光咯，減少見到藍光。咁但係我一定要強調，暫時嚟講咧，我哋未曾有好強嘅科學實證證明藍光本身啊，可見嘅藍光係會增加黃斑病變呢個風險嘅。第二個原因，點解啲人提議減少呢個見到藍光呢？就係有一個講法話藍光睇得多可以引致到眼睛嘅容易攰啦，或者引致到眼睛嘅不適嘅。咁但係其實我要強調翻，通常引致到眼睛疲倦或者不適咧，係因為一啲閱讀習慣所引致，其實就未必關係到喺光譜裏邊某一個顏色而引致到嘅。當隻眼乾嘅時候，就會引致到一啲不適嘅感覺。咁有時呢啲不適嘅感覺咧，大家都以為係隻眼攰。咁其實實際上呢個就同嗰個光譜裏邊嘅顏色冇直接嘅關係嘅。
嗱，當然有時如果我哋用到啲熒幕或者電子產品啦，如果我哋將個熒幕或者手機嘅畫面搞得太過光，亦都會令到我哋睇得唔舒服。咁有時大家都因此而以為係令到對眼攰啊咁樣，其實亦都同個光線嘅顏色咧未必有直接嘅關係嘅。藍光同所有其他光譜裏邊嘅顏色嘅光線咧，都有個共同嘅功用，係可以幫助我哋手調校我哋呢一個生理時鐘嘅。嗱，我哋每一個人其實唔止人啦嚇，其實好多個動物都係有個生理時鐘，佢會知道係日頭啊定係夜晚啦。咁但去到黃昏嘅時間，當個光線比較暗淡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我哋身體裏邊嘅褪黑色素佢個水平就會慢慢升高，而呢個荷爾蒙嘅水平升高到某一個水平咧，就會令到我哋個人覺得攰、覺得眼瞓，從而可以入睡同埋維持喺睡眠嗰個狀態嘅。如果喺黃昏嘅時間，我哋對眼睛見到太多係好偏藍，尤其是係比較強嘅光線嘅時候咧，就會壓制咗呢個褪黑色素嘅分泌，因此可能會令到我哋難啲入睡或者瞓得冇咁冧嘅喎。因為藍光就會令到我哋嘅身體以為係日頭。咁所以去到黃昏、夜晚嗰啲時間咧，反而我哋就唔希望接觸到咁多咁強嘅藍光，反而去到朝頭早或者日頭嘅時間咧，其實我哋見到多啲嘅光線，尤其是係偏藍嘅光譜，咁其實就係一個更加強嘅信號，俾我哋嘅身體知道呢個時間咧係日頭，我哋係應該要精神啲，應該係要做嘢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又唔會想完全喺一日之中24小時隔晒所有嘅藍光。嗱，咁不過其實呢一個效果，第一喺科學實證上，其實有啲研究顯示可能有啲幫助啦，但其實個幫助又未必話太過大，而個個人嘅反應亦都可能唔同嘅。反而咧，即係如果大家係想係比較合適、比較有效去調校你嘅生理時鐘咧，反而我哋會建議一啲健康嘅作息、健康嘅生活方式，可能嗰個效果係更加明顯嘅。嗱，首先咧，有啲健康嘅閱讀習慣對保護眼睛同埋令到我哋視力舒服啲係有好大嘅幫助嘅。譬如舉例，如果我哋閱讀嘅時候咧，尤其是睇一啲近距離嘅物件咧，我哋就唔好話連續好集中精神咁睇得太耐喎。咁其實我哋眼科醫生有時會提到一個叫做20-20-20嘅法則啦。咁就係提醒我哋，即係譬如我哋真係做一啲近距離嘅閱讀嘅時候咧，可能每20分鐘就值得去唞一唞。咁唞嘅時候咧，就唔係就咁眯埋眼，而係要望一啲遠嘅景物。咁遠嘅意思咧，就起碼係要20尺之外。咁而望遠嘅景物咧，我哋會建議起碼係要20秒以上，咁就可以提供到眼睛比較足夠嘅休息，然後先至再繼續去閱讀嘅。嗱，咁其實我哋停一停嘅時候咧，唔單止係等我哋對焦嗰啲肌肉可以有個機會休息啦，同時當我哋停止咗呢個聚精會神嘅閱讀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增加咗我哋眨眼嗰個頻率，同埋增加咗我哋製造淚水，咁從而亦都減少咗啲眼乾嗰啲症狀嘅。嗱，除咗一啲閱讀嘅習慣之外咧，我諗一啲整體嘅健康生活方式對保持眼睛健康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有啲乜嘢健康嘅生活方式呢？嗱，首先我可以提一提嘅就係飲食啦。有啲研究顯示咧，其實如果食多啲魚，尤其是係有帶有魚油嘅魚，其實係可以減少眼乾嗰個情況嘅。咁再除咗咁之外，其實整體嚟講咧，我哋應該係可以食多啲蔬菜啊、生果啦，同埋一啲健康嘅穀物啦，一啲健康嘅油分，亦都係有幫助嘅。咁另外一啲紅肉啦，咁我哋都係可以減少嗰方面嘅食用嘅。嗱，除咗飲食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注意下運動啦。嗱，帶氧嘅運動其實一般醫生咧會建議大家，如果可能嘅話咧，一個星期盡量可以做到150分鐘嘅帶氧運動。除咗飲食運動之外咧，當然睡眠都係非常之重要啦。有充足嘅睡眠對於身體健康、整體嘅身體健康咧，都係有非常之大嘅幫助。當然對眼睛健康都有幫助嘅。咁所以正話都提到一啲譬如話健康嘅睡眠習慣啦，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咁從而提升嗰個睡眠嘅量同埋質，從而對整體嘅身體健康咧，會有好大嘅幫助嘅。